而家我哋會進行一個呼吸練習，請你揾一個舒適嘅位置坐低，雙腳微微分開，同平放喺地上面，盡量保持背部挺直但放鬆嘅。呢個練習你可以選擇打開雙眼，或者合埋雙眼去做。雙手可以輕輕放喺腹部上面，感受一下你嘅肚皮隨住呼吸嘅一起一伏。吸氣嘅時候，肚皮脹起；呼氣嘅時候，肚皮縮入去。練習嘅時候，請保持住緩慢嘅呼吸。如果合適的話，你可以嘗試吸氣4秒，然後呼氣6秒。我哋嘅呼吸同身體緊張嘅程度有直接關係。當我哋緊張嘅時候，呼吸會變得急促；相反，放鬆嘅時候，呼吸會比較深同暢順。緩慢呼吸可以俾我哋達到鬆弛嘅效果，所以我哋可以透過控制自己嘅呼吸，去改變自己緊張嘅程度，令我哋可以變得更加專注，更加平靜。我哋而家試下慢慢吸氣，慢慢呼氣。每次呼氣嘅時候，心入邊都諗住放鬆呢2個字。每次呼氣嘅時候，都感受一下全身嘅肌肉都變得越嚟越放鬆，越嚟越舒服。我哋再慢慢吸氣，慢慢呼氣，心入邊繼續諗住放鬆呢2個字。全身嘅肌肉都隨住我哋嘅呼吸變得越嚟越放鬆，越嚟越自在。可能有時做呢個練習嘅時候，我哋會分咗心，但唔緊要。分咗心的話，你只需要帶你嘅專注力返去呼吸嗰度，帶返去身體嘅感覺度，再次提醒自己慢慢吸氣，慢慢呼氣。呼氣嘅時候，心入邊都諗住放鬆呢2個字，感受一下全身嘅肌肉都變得越嚟越放鬆。我哋繼續保持住呢個緩慢嘅呼吸，每次呼氣嘅時候，我哋都提醒自己變得更加放鬆，更加自在。我哋慢慢吸氣，慢慢呼氣。呼氣嘅時候，我哋心入邊都繼續諗住放鬆呢2個字。感受一下我哋嘅身體同埋心情，都隨住緩慢嘅呼吸，都變得更加嘅放鬆，更加嘅自在。
我哋好快就會完成呢個練習。一陣我會慢慢由3數到1。如果你係合埋雙眼去做呢個練習的話，當我數到1嘅時候，你可以慢慢張開雙眼。3、2、1。你而家可以感受一下身體同埋心情透過呢個練習所達到一個放鬆同平靜嘅狀態。